陈清宏，虽然国情啊，甲你毋是讲足熟悉啦吼，但是我知影讲，你对台语文的运动真拍拼，对台湾文化，包含讲台湾的文学安怎研究咧思考，哦，我对你足钦服。所以搁续落来，我甲你邀请，莫讲点名啦，吼，无即个资格，请你继续来录一段，互所有好朋友大家了解讲，有影讲台语即个工课，今年度设计即个活动，真要紧啦。但是我着较含慢，我袂晓自拍，所以有人咧教我录。啊，你爱自拍哈？陈清宏先生，目前前卫出版社的大编辑，也是咱师范大学台湾文学的硕士，我同遮甲你表示尊敬。虽然咱着见无几摆面，互我来邀请，互我来拜托一下，多谢多谢。